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之子 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你知。台湾边境的分阶段来开放，上紧伫咧10月13日境边隔离，另外挂水暗的政策会延续到年底。美国联准会要搁来调悬基准利率3%咯，咱的央行也要对咧升半倍。对于这买厝贷款的人来讲，这压力会变较大。9月18日地动了后，代替修复部分路段，民航局也协调国内机帮来协助华东旅客交通。行政院今日公布边境开放的措施，会分做2阶段来进行。头一阶段是对9月29开始第一礼拜的入境人数增加到6万人次，3+4的检疫全程改做是1人1间，而且入境的机场喙瘾快筛也拢会改做是家用快筛。那准这疫情有稳定落来，1礼拜过后，才会来实行这第2阶段。按算10月13开始入境边隔离，也开放这旅行团会当入境。等将近3年，国门总算要开放啊！行政院议会宣布，边境分2阶段开放。第一阶段为9月29开始，入境人数上限调升到每礼拜6万人，入境检疫3+4全程改做1人1间，搁取消机场喙瘾 PCR 检验，改发4支快筛剂，并全面恢复互费免签证观察1礼拜了后，若做疫情稳定，预定10月13入境人数搁调升到15万人，并实施入境免隔离，改用0+7新制。无证头的人会当坐大众运输，非免签国会开放一般社会访问甲观光，并取消限团令，开放旅行团入境。要因应说我们有观光客进来，好，那如果不能用餐的话，这些是会造成很大的不便，好，那就比较没有实质开放，但是也有相对应的这个管制了。对于国门开放，旅游业表示真赞成，不过希望有相关配套，亲像加强国际行销，争取外国旅客来台湾，也建议比较日本推出针对新冠肺炎旅游的健康保险，让旅客当安心佚佗。如果你在日本旅行期间有确诊的话，它的相关的医药费用、善后的相关的费用呢，会有日本的这个1000万日币的旅行健康保险呢来支应。政府通知0+7，且就是我做好防疫措施的话，我觉得相信旅游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幅度大概会成长30%左右。王必胜讲，咱国为9月12开始开放66个国家互费免签，两方是毋是会继续交流，会由陆委会来评估。各部会依照职权甲实际状况，看是毋是对等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伫今仔日增加42212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275人，死亡个案有59例。这重症个案内面呢，有一个15岁少女，伊确诊的过当天伫厝内面昏迷不醒，送到病院了后，发现是脑出血。经过开刀了后，按算伫今仔日会当转到普通病房。另外，指挥中心也开始放令这边境的管制咯。不过，这挂喙暗的问题，指挥官王必胜强调，考虑到秋冬的时阵，这病毒是较强。也较悬，这挂喙暗的政策可能要继续到年底。新冠本土连续3天超过4万例，不过甲顶礼拜四同期比起来下降6.8%。日礼拜四新增加42212例本土病例，中重症有275例，死亡有59例。重症个案内底有一个15岁少女，无慢性病史，嘛无做过疫苗。9月16快筛阳性确诊，隔天伫厝内刷分去，送医急救，检查发现是脑出血，好亲像头部外伤引起的。紧急开刀手术了后，病况有较好，预定22转到一般病房。累计12至18岁青少年重症有15例，可能是跟这个外伤有关哈，那所以目前是把它列在新冠相关的重症个案，不过会归类在这个共病所引起的这个部分。本土疫情持续降温，边境开放上紧后个月13就要实施。民众关心最后禁令是毋是会当解除？指挥官王必胜表示，最暗禁令加0+7检疫新制无牵连，国内最暗禁令至少要维持到年底。这波疫情之后，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社区低度流行的一个状态。那社区低度流行的状态可能会持续到年底。那每一天能够会确诊的数量，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估计。但是我们不希望说，因为这个口罩的这个解除，那又让这个疫情再起来。王必胜讲，各国拢有喙暗相关规定，只是强度无同。以美国来讲，民众会当选挂还是唔挂喙暗，不过坐大众运输还是中高团部风险区，民众若是重症，伫室内也是爱挂喙暗。新加坡喙暗政策是分做室内甲室外，这拢会列入咱国做参考。记者综合报道。
9月18日大地震了后，伫花莲台东的铁路断去，要经过着这台铁的修理。这个日子已经先恢复通行花莲到凤林，还有富里到台东的列车。不过，这凤林到富里这站是还未修复好势，也着爱坐这巴士。虽然讲坐车的人无讲介济，不过有去坐民众拢讲坐巴士真浪费时间。离地代替恢复东线铁路部分路段通车，早起6点，花莲开出第一班往南通行到凤林的电联车。坐车的民众无多，可能还有真侪民众唔知影已经有火车通啊坐。也毋过每位花莲坐车落南的民众讲，安尼也是真不方便。要花在车程的时间只要2个小时，现在多一倍。6点差不多40到，然后要等到7点20才有再接驳车。台东透早6点也开出地动了后第一班电联车，会当通行到富里。也毋过坐车的旅客也无多，大部分拢是通勤族。即马台东段各车站拢开放啊，也方便增加民众来往市区。可以在可以上班的时间内赶到上班地点。东部铁路受创，经过抢修，代替先恢复行驶花莲到凤林，以及富里到台东之间的列车，平均的班期是50至60分钟。专车客运也继续开，也毋过凤林甲富里之间铁路还未修复，也是爱靠公路客运代替。要到富里以北的旅客，我们还是建议旅客坐我们的类火车。我们有开直达车跟半直达车。花莲运务段表示，月底可能会抢通凤林甲富里段，到时阵会搁做列车的调整。也毋过，淡薄民众也是希望代替最近会当提供搁较紧、搁较便利的列车，缩短坐车时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届大地震影响到东部的铁路运输，滨海局协调这华信甲日面航空，对明仔载开始到9月26日，逐工拢会增加一个飞行机的航班，而且该派较大型的飞行机，计共会增加720个座位，来消透台北往回东部的旅客。台湾东部的交通因为地震受到严重的迫害，除了以类火车接送旅客以外，民航局嘛直接日营航空甲华信航空要增加飞行机的航班来消透一寡人潮。在这个周末，因为周末的那个需求也比较高，那我们也协调华信跟立荣航空，从这个礼拜5到下个礼拜1，可以再提供720个座位。那对于有需求往来，就是台北跟台东的这个旅客的话，就是民众可以上华信跟立荣航空的网站去订购机票。明仔载开始到后礼拜1，逐工拢会加一班飞行机来回台北甲台东，民众伫交通方面会当加一寡选择，而且为着要提悬载客的量，航空公司嘛改配较大型的飞行机。针对这项应变措施，旅客的看法是：多增加班次，我觉得很方便，就可以缩短很多时间到台东。真好啊，方便，迄个旅客会当去花莲、台东啊。期待生活会当量早恢复正常，民航局希望这项应变措施会当帮助东部的旅客度过这段交通的黑暗期。记者麦尚银曾派文台北报道。9月18日大地震，和这个花莲的高寮大桥放起。中兴大学的研究团队因也利用这空翕的相片，经过处理了后，画出桥放起了后的3D 立体影像，要来协助救灾也个重建。花莲县建设处表示，有4座桥受到迫害，已经向中央报告啊，也希望会当使用中央的灾害准备金，赶紧来修理这寡受损的桥。规条大桥断去，倒伫咧溪埔，更紧嘛拢看现现。虽然无伫咧现场，毋过大桥受损的模样拢会当看甲真清楚。这条桥就是伫咧918地震当中倒去的花莲高寮大桥。这次为了紧急救灾，我们拿到空拍照片之后，1个小时就把这个3D 模型做出来。3D 的影像技术以往应用伫咧大规模的灾害调查。即回918大地震的时阵。高寮大桥倒去，毋过现场要勘查实在无简单，搁再加上风险真悬。中兴大学的研究团队伫咧19摕到翕甲真清楚的空翕画面了后，用影像处理技术建立3D 的模型，呈现出大桥受损的状况甲相关的位置，搁透过网站来公开模型的资讯，成做勘查甲重建作业的资料库。一次可以看到，而且甚至于到现场的人，他本来只能够局部站在某些位置去看它。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它是有一个全观的一个机会。
根据花莲县府统计，花莲县目前总共有6条桥受损，其中除了高寮大桥倒去，轮天大桥甲玉中大桥嘛因为受损真严重，需要规个重启。另外，阁有玉兴桥、中富大桥甲万灵绿桥嘛，拢需要整修，按算要开大约30亿。县府已经报予中央要申请灾害准备金。既然要重建的它就是要符合这个河川的既有的治理计划的长度、高度。那另外桥梁的宽度也要符合这个现今这个公路设计标准啊。花莲县建设处表示，新桥的设计需要经过完整的工程方面的评估，施工的日期还阁真歹按算。目前敢会当请当地居民细路行，因为积极来推动镇建加速，减少对交通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9月10日大地震，花莲有真侪人家厝拢拖出财情，敢若伫咧玉里这个所在，就17间损害甲真严重，根本就无多大人，也阁有140多间，因的损害程度比较较轻。虽然县政府是有提供这天然灾害补助，对5000块到5万块不等，不过居民拢认为讲，这厝壳损害甲真严重，一寡补贴是无够的。政府单位也正咧研究讲，看敢要来开放民间募款，帮助民众复原。这3顶地下本泉即阵捅出来就头，这来水位也严重下降，自然本泉完全无水，花莲局里一带拢出现类似的情况。现在你看看，都差不多几乎见底。当地出名的地标圆泉，原本鱼池啊满水肥，即马降到只剩20公分悬，池仔内鱼用尾无开。伫大地震了后，地下水库壳互居民烦恼。现在那个地下水完全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整个都干掉了，风水会整个会改变了。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要改变到什么样子了。毋那水源变成温丘，行地面街地面分做2边形成沟仔，并会当明显看到沙灰。厝顶的天棚大面积落落来，修缮费用卡袂到10几万。虽然花莲县政府提供灾害补助，也毋过当地居民真无奈，讲这只是一小部分之一。这个补助是一定不够的，但是就是减轻一些负担吧。好像对百姓来说好像不太够。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基本上好像都是家电故障的也比较多。花莲民间传出灾害，敢若伫玉里镇都有17间厝因为重大毁损袂当大，也有141间淡薄受损，也毋过并开县府补助列表，只有地面、阳条、水管等项目会当申请，补助为5000到5万不等，其中上悬救助金只含电梯等升降设备毁损。除了公部门的一个资源以外，有这么多的民间善心人士跟企业家，他能够这个回馈社会，我想对所有的这一次南区这几个乡镇受灾户啊，能够及时的受到这个照顾。县府赈灾补助有限，像电视等家电损坏，居民只会当家己吸收，只要徛家判定是几楼，也爱面临拆除。政府即马也计划开放民间募款协助复原，毕竟居民只希望生活会当量早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甲民众拢真有关系吼。这个美国联准会已宣布要调悬基准利率3倍，也就是0.75%，而且不排除今年到明年会继续升，一直升到这通货膨胀降到2%以内为止。这消息一出来，美国的股市随大落，亚洲股市同款对立啦。伫物价一直欠悬的压力下，2亿召开的美国联准会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无意见通过调升基本利率0.75百分点，目标区来到3%至3.25%。联准会主席鲍尔公开指出，未来也是有可能持续相关利息。Today, the FOMC raised its policy interest rate by 3/4 of a percentage point, and we anticipate that ongoing increases will be appropriate. 根据《金融时报》引述的专家预估数字，今年6月的估计是年底前会升到3.4%，2023年的利率目标区是3.8%。不过，上升的预测大幅度提高，2022年底前就会升到4.4%，2023年会升悬到4.6%。Restoring price stability will likely require maintaining a restrictive policy stance for some time. The historical record cautions strongly against prematurely loosening policy. 鲍
9月的记者会可能持续调升利率的消息，美国股市也因为安尼大落，标准普尔500指数落1.7%，科技类股为主的纳斯达克落价幅度也到1.8%。金融时报的报道佫讲，原本小可改善的失业率，2023年为3.7%起到4.4%，并维持到2024年。另外，美国的 GDP 成长率原来大幅度求水，到维持平盘的0.2%，除非通货膨胀会当伫2023年由4.5%降到3.1%，安尼无经济成长要转来到1.2%，相当困难。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美国的联准会宣布要调悬基准利率，而且即届要升3码。咱的央行下晡也宣布要来升半码，对1.5%增加到1.625%。这是今年央行以来第3届来宣布要调悬的。就伫美国联准会宣布起利率3码了后，中央银行的理监事会议经过2.5钟的讨论，决定要起政策利率半码，会顶贴现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和短期融通利率，拢调起0.125个百分点，对9月23号开始实施。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是紧缩的啊。假设说我们很有信心的认为，就是说，我们的物价到2024年都可以降的，明年下降的幅度比我们所预测的来得低，2024年呢更低。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什么还要再持续的那个紧缩下去？应该是不会。央行是按今年后半年和每年全球的经济会行较慢，而且下行的风险会起较悬，加上每年国内经济成长力会较减，则决定要继续来调政策利率，而且嘛配调起存款的准备率，来阻挡国内通货膨胀的预期心理。另外嘛，甲今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大概做3.51%。国内股市汇市22号搁一摆双杀，新台币换美金以31.47块，价盘开出了后，马上就破31.5块的大关，盘中上价是来到31.632块，是收31.6块，落尾是收伫31.616，换一美金上3年1个月来的上价。随着美国的拖累，台股嘛是开价行价，收盘是落139.89点，收伫14284.63点，成交是2085亿。消费电子的走势其实是比较弱势的，那一些大型的这个权值股呢，也是外资调节的一个对象。毕竟美国股市是大跌，所以短线呢，大型股的一个走势也比较弱。分析师表示讲，21号美国收盘已经是晚前一波的低点，但是美国股市破底，台股就要面对真大的卖压，而且 FED 的起利率的政策短时间内嘛未停，到年底利率有可能会降到4%，降利率的时间有可能伫后年。在美国高利率的情形下，恐怕会造成资金的外流。爱票卖比较细，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央行宣布要搁再升半码，有买厝贷款的人，这压力搁再增加。若准贷款是甲人贷1000万来算，起半码一个月咧，就要加纳到600块，这一年加起来就要加纳到7000块。美国联准会宣布起利息0.75%，咱国央行也得入起0.125%。对于房贷族来讲，压力增加，尤其是头一摆想要买厝的人，底限也增悬。现在物资也都一直在上涨嘛，然后房贷在接连上涨，一定会有压力的啦。当全世界在升息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跟着一起升息啊。以贷款1000万。利息1.703%，用本息平均还计算，起利息0.125%，每个月爱加纳我600，一年就爱加7000。伫房价一直压悬的时阵，若果是单身家庭，恐惊也袂少。或许可能跟银行讨论宽限期的一个可能，透过2到3年左右的宽限期来稍微喘息。那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是，如果它是本来20年的房贷，那可以考虑跟银行讨论变成30年的房贷，那压力的一个部分上面就会明显减轻。物价压悬，政府采用起利息，学者指出，若台币利率差距哪大，资金可能往外流出，也毋过市场利率可能继续提升。房贷族爱付的成本可能比预期中来得大，房价也可能出现下修。因为这个市场资金开始在流失了，所以说还是要特别留意呢，房地产这个价格呢有没有出现一个反转的现象。外界关注政府对起利息了后敢有相关配套措施。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各部会会针对起利息造成的冲击，有先做准备应用。记者综合报道。
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拜登发表演说，强调美国会拍拼来维护台海和平，也坚持一中政策。不过来反对是任何一方面改变现状，这也是拜登头一届伫联合国大会顶头讲到台海局势。另外，咱台湾的友邦施瓦蒂尼和别流，也让呼吁联合国体系就要接受台湾。We seek to uphold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We remain committed to our one China policy, which has helped prevent conflict for 4 decades. 美国总统拜登伫咧联合国大会第一遍讲到台海局势，这也是美国正罕见伫咧连带重申对台政策的立场。拜登伫最近才因为保台言论引起大家伫咧讨论，美中为了台湾的问题激烈的过招。拜登也强调，美国是未追求冲突。We do not seek conflict. We do not seek a Cold War. We do not ask any nation to choos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other partner. 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第二天，伫第一天在友邦发言挺台湾了。施瓦蒂尼甲保留也希望联合国体系会当接纳台湾。We continue to appeal for Taiwan to be considered for ful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agencies. 咱总统蔡英文日日是接见捷克参议院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捷克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也希望在咧威权主义不断的扩张之下，台湾甲捷克会当继续互相斗相共。在中国持续经演之后，格拉霍斯主席在此时率团来访，更展现出理念相近、国家相互扶持的坚定的友谊。True friendship is a given hand. 谢谢台湾。德拉霍斯也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也当面向蔡英文提出拜托，希望会当开通台北到布拉格的直航班机，希望双边的游客会当比疫情之前更加多。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总统普京日一宣布，会搁再动员38名后备军人投入乌克兰战争。因国内虽有人伫咧抗议，上无有1300多个人因为抗议去互抓起来，甚至有个人是用出国的方式要来闪过定调，这机票价少一些随称悬，甚至是卖甲空。一名查甫人举拍倒战争的标语，民众大声喊口号赞声，也毋过后一秒，查甫人随互警方带走。这款的画面毋难发生伫莫斯科。伫圣彼得堡街路，抗议人士共款一个一个互警方赶走，因口中一直喊无爱战争。俄罗斯总统普京日一发布动员令，征调30万名后备军人登到部队，引起真侪民众反弹，示威抗议伫全国一直摊开。Самое ценное, что они могут от нас отнять, это жизнь детей. Я жизнь ребенка своего не отдам. 人权组织估计，警方至少伫38个城市逮捕1337人，这也是自2月下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境内上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另外有不少民众选择走出国外，因随定单程机票前往附近的亚美尼亚塞尔维亚等地。带17岁后生去亚美尼亚首都耶里芬的涉盖讲，伊早有心理准备。Нельзя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 панике. Такой сценарий обрабатывался. Билеты стоили, когда я покупал, я, видимо, быстро сориентировался довольно. А границу проходили нормально, просто прошли и улетели. 伫同一个时间，飞去贝尔格勒的俄国民众承认，多数的人拢真惊战争。Every normal person, I think, war is horrible, so it's okay to be afraid of war and of death and of such things. 有的俄国民众虽然表示，这撮出国甲动员令无关系，也毋过互问到敢是会登去俄罗斯的时阵，回答说是无明确。Let's see. I can't say no, can't say yes. Let's see. 普京扩大征兵，佮讲无少着动用核武，互原本只是观望态度的俄罗斯民众开始惊吓，毋那飞往邻国甲土耳其的机会荒抢了了。连为首都莫斯科边境的国内航班票价拢起10倍，会当看出紧张的情势当咧升悬。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
讲到这两军交战，绝对无一方是完全占赢的。虽然这罗西亚总统普廷发布这动员令，不过这乌克兰甲罗西亚依然是透过土耳其也个沙烏地阿拉伯做共振之下，2-1交换阵手。这罗西亚放215人，乌克兰放出55个人，这其中也包含普廷的朋友梅维楚克。这也是战争到达人数甲规模上界大的交换行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日用视讯的方式，向重新得到自由的亚速钢铁枪战士表达因为国奋斗的感谢之意。Чесно дякую вам, усій команді, всьому українському народу і людям, які приймали участь у нашому поверненні. Так, ви вже все зробили. Ви можете вже не дякувати і трішки відпочити. Ми вам вдячні. 215个亚速钢铁枪抗俄英雄，55个俄罗斯人，75个乌克兰人，也甲英国、美国、瑞典等10个外国籍战士，即届伫土耳其甲沙烏地阿拉伯斗協調，重新得到自由。其中上大的關鍵人物就是歐東地區親俄羅斯的商業頭人維克特·梅維楚克。这个68岁的头人，伫2月24日俄军入侵前几天，为防软禁的厝内逃离开乌克兰。啊，毋过伫4月，国强掠到，防判叛国，也甲资助顿内刺客亲俄恐怖势力的罪名入狱。梅维楚克毋但是俄国总统普廷的盟友，也有真深的交情。普廷是梅维楚克上细汉查某囝的教父，伊互人逮捕伫莫斯科甲基辅，也记一届谈判。俄国当局以200外的乌克兰士兵做条件，换梅维楚克的自由。俄俄战争发生将近7个月，双方拢掠到几落百个敌军，到即卖也已经进行几落件对换，互人掠去的军人。不过，伊即届人数甲规模上大。联合国秘书长透过发言人对这件代志表达欢迎，讲这是不正大的成就。啊，不过补充讲，要减轻乌克兰战争的苦难，也有真侪工作要做。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伫咧伊朗22岁科德族的女性艾米尼，因为伊的头巾无绑好势，去互宗教警察抓起来，落尾煞发生死亡案件，伫全国引起抗争。目前尚无有9个人死亡，也因为这个声势是愈来愈大，引起国际关注。连荷兰、加拿大拢有甲因声援。伫联合国大会顶头，美国和伊朗的领袖会拢针对着人权议题2个人伫遐对峙。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路继续组织抗议人潮，小头巾声援宗教警察掠人拍人了后死亡的女性艾米尼，反对占卜的独裁统治。艾米尼过身已经6天，人民的怒火为伊的科德族家乡换过宗派，传到全国数十个城市。就连荷兰、阿姆斯特丹、土耳其、加拿大拢出现声援的抗争，有示威者甚至当场长头毛表达抗议。纽约联合国大楼外口也有大批示威者批评伊朗总统莱西是伤害百姓凶手，应该予起诉。会场内舞会莱西伫人权议题甲美国互相批评。And today, we stand with the brave citizens and the brave women of Iran, who right now are demonstrating to secure their basic rights.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ستانداردهای دوگانه برخی از دولت‌ها حق جوامع بومی کانادا که فرزندانشان به جای کلاس‌های مدرسه در گورهای دسته جمعی حیات مدرسه دفن شدند. حق تعیین سرنوشت ملت فلسطین، حق توسعه ملت‌های تحت تحریم، حق حیات ملت‌های تحت اشغال یا قربانی تروریسم. 艾米尼之死引起的抗争潮是伊朗为2019年连续继续起引起的骚乱以来上严重的一摆。专家认为，伊朗人对立场严厉的国家监视甲人权侵犯的不满已經引爆，社會行到面臨真大的轉變。I think the murder of Mahsa was probably the last drop that led to this overflow. It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a big change. It could also be, what worries us is what the authorities will do. 伊朗当局目前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镇压民主运动，未来敢会对抗争人民用更较激烈的手段真受关注。总部设定挪威的伊朗人权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明确表态支持伊朗人民争取正常生活，那无难道老会定嘛？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
最近这3年，这黎巴嫩的经济情形是愈来愈歹，有真侪银行拢限制民众去领钱，甚至最近还佫传出讲，这民众为着生活、为着这医疗费用，摕假钱去银行抢劫，要甲家己的钱抢倒转来。不过，这当地政府也无都来确保讲，这银行安全情形之下，当地银行协会也拢宣布讲，这银行会继续关门。 صدق من مودعين من جمعية صرخة المودعين واحتجاز رهائن وتهديد من مودع 伫保卫兵一名乌衫女子牙签，甲另外一个人拢伫银行抢劫，也掠一个金子。不过，伊想要提钱，其实是家己的银行存款大约1.3万美金。 اوعى تفكروا انه كبار المسؤولين بلبنان ما لهم مصالح مع المصارف، كلهم متواطئين لسرقتنا ولتمويطنا ولتجويعنا شوي شوي، شافوني بطلة لأنه يمكن كنت أول حالة بنت بتصير، نحن بمجتمع ذكوري، البنت ممنوع يطلع صوتها。 为了请人的癌症医药费，这名女子也假证抢劫。类似这款的抢银行事件，伫黎巴嫩毋是头一摆。换3年来，黎巴嫩经济崩坏，今年5月也佫关出超过200%的通膨率，互货币变大高成。政府限制民众为银行领活汇现金，互数百万人的资产互冻结。 ATM 嘛被事设计，银行业协会指出，伫政府对安全无做出保证的情况，银行将继续关门。 إلى التدهور الاقتصادي الحاد وغير المسبوق وانهيار سعر صرف العملة الوطنية إلى أدنى مستوى تاريخي لها وفي سياق جهود معالجة الأزمة الاقتصادية تعمل حكومتنا أيضا على خطة تعاف مالي واقتصادي تتكامل مع تعاوننا مع صندوق النقد الدولي وعلى رزمة إصلاحات هيكلية 黎巴嫩总理伫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指出，目前正咧进行金融甲经济复苏计划，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0项改革清单，来得到30亿美金资金，缓解金融危机。若无这场互看做19世纪以来全球上严重的经济危机，可能还会继续恶化。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前一阵啊，台南发生台警察的案件了后，外役家的制度就引起正人议论。行政院今日通过外役家条例修正草案，选的标准会变较严，真像是杀人口买卖、本刑10年以上的重大暴力犯罪、甲高逃亡犯罪，拢是袂当申请的。虽然有保留这当厝探亲的规定，不过当厝探亲期间只要违反规定，就要登到本地加甲封关。 为顶悬看落来景色真水，几条栋建筑物少年，这是关亚收容人的外役感。依山傍水，环境清幽，景色宜人。做登去社会的中途站，外役感介护无遐严，暗过煞一直传出收容人脱逃。交警署统计，最近10年度49个人，目前还有1个人也未抓到。今年8月有4人的嫌犯趁转厝探视超期无转来，涉嫌犯台南台警察的案件。今晚行政院通过外役感条例修正草案，修法不破网。修正过以后呢，会有至少要服刑1/3。那如果是累犯的话呢，应该要服刑到1/2的哈。一定要在接近假释1年这样的一个期间才可以来。 这个申请哈，原本只需要服刑2个月就会当申请外役感，未来唔拿条件变严，排除对象也为性侵、家暴、毒品这类犯罪，搁增加亲像杀人、人口贩犯下重大暴力犯罪，也加上轻本刑10年以上，假释当中再犯等等，也是有高逃亡犯罪，拢袂使申请。但是原来转厝探视规定也是保留，不过转厝期间只要出现违规，就会刷转来原加执行，增加退场机制。 是这个口变得更窄的结果，就会使得说现在其实本来外役监目前常收容的只有两种刑期可以符合，一个就是贪污的部分，第二个就是其实就是诈骗的部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就会失去他本来的美意。 虽然政府单位积极检讨修正，长期关心监所制度的民间团体认为，不应该用罪名来汰选收容人，而且嘛应该加强转厝探视规定。校正单位甲警政机关必须互相联络，才袂出现收容人脱逃煞唔知影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的博士论文政绩，搁再引起学历的批评。台北市长郭文定今日讲，这是一个恶霸强奸女性，女性为着抵抗家人一嘴，所以去互骂讲你哪会当家人咧，来形容这高虹安是真委屈。但市长讲，这郭文定讲话讲了无妥当，已经唔是新闻咯。黄珊珊也讲，郭市长摕女性来做例，有影是较无适当。
那有一个恶霸，一个流氓要强奸一个女生，那女生为了抵抗咬他一口，结果现在每个人都说你为什么咬人？高虹安被控破书论文涉嫌抄袭，证据防伪光。台北市长郭文哲昨天也过发现用词，也变作北市选战话题。民进党但市长讲，应该避免用性别议题来形容时事。无党籍参选人黄珊珊讲，比如无适当，也过逻辑是对的。讲这个也太。我想常常用这种性别的议题来形容时事的议题，我想政治人物应该要避免，这是一种不尊重的一个讲法。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了，但是它逻辑应该是对的，就是说做贼的喊抓贼，重点是谁是那个贼嘛？大家一直在去看另外一个人，那其实重点是做错事情的人是谁。高虹安捌讲，论文互引用超过4500摆，也过互网友质疑是指导教授理解的论文。高虹安弟弟出示理解的声明，证明是共同作者的声明。另外，由民间发起的中正纪念堂转型座谈会，北市参选人中只有国民党周万安无参加。周万安强调，迄天有其他行程，也毋过态度立场无改变。我态度和立场一直一样，没有改变过。我认为这件事情都不应该造成社会上的对立跟仇恨。其实市民朋友现在最关心的市政未来擘画的愿景，这些都不是市民朋友现在最关心的议题。但市长讲，中正纪念堂的议题，从基本爱面对，也毋过先爱出伫共识，才好解决。黄珊珊讲，历史人物的讲过，应该互因客观评价，转型正义爱先会记的教训，才来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看选来看到台中的选战，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蔡其昌批评对手罗秀燕和捷运拉线建设规个拢停起来。不过台中市政府也回应讲，是交通部一直唔予综合规划进入实际审查，希望中央就要赶紧来核定。另外，民进党为着要拼这中部的选情，这礼拜也甲党庆刷到台中举行。到下月大选是礼拜到落尾的阶段，那咧定名拢甲重点放伫轨道建设、继续交锋。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蔡其昌22号是推出100公里捷运计划，伊先批评即马市政府捷运拉线综合计划是卡3年，强调只要伊当选，4年内拉线一定会当动工。桥仔线含台中宽线、市线一直到大溪、甲山海宽线都会通过评估。这个捷运要综合规划3年多才送出去，高雄300多天，连1年都不到就送出综合规划。送出综合规划的时候，别人是紧追进度，勇于认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台中市政府是送出去之后不闻不问。面对这个，罗秀燕伫市议会是无啥愿意回应，但是市府表示讲，林佳龙伫执政的时阵，捷运拉线的经费是无放入去土地征收款，加上捷运的路线优化，所以有调整。但是综合规划送中央审议18个月，拢还未审查，希望较紧准。那事实上，从去年110年的3月，我们提送了综合规划到交通部去之后，到现在一次的这个审查大会都还没有开，所以我们也跟交通部在诉求说，事实上如果针对相关这个台中政府都已经补件完成，应该尽速的召开审查大会。蔡其昌表示讲，已经同意参加公共集团的辩论，呼吁罗秀燕嘛来参加。罗秀燕的定也是强调讲，已经同意参加这个辩论会。另外，民进党的党中央是挺蔡其昌，今天24号会刷去台中来办，包括总统蔡英文、副总统罗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都会来。记者综合报道。立军检疫0+7的新制度有机会伫10月13开始施行，真侪民众是拢真期待。机场公司也表示讲，会赶紧邀请相关单位来办理会勘，做动线调整。机场的店家也呼吁政府伫防疫配套招备的情形之下，会当搁再来办理。疫情关真久啊，入境检疫0+7新制可能会当伫10月13实施，一寡旅客拢真期待，已经伫暗算出国的计划。日本吧，那很期待边境开放吗？应该会吧，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在台湾待蛮久了。美国会很期待边境开放吗？当然啊，已经被关了很久啦。想去西班牙，一直很想去那边玩，就还没有机会。对啊。那你对于边境再开放的看法是什么？就是有点太晚了。
除了日本、韩国是国人热门的选择，欧美嘛伫名单内。配合着伫要解封的好消息，有航空公司日就推出优惠票价，马上真侪人来抢，嘛造成网络规个失灵。针对开放取消机场喙烂 PCR、全面免签等等，机场公司是讲会赶紧邀集相关单位办理会勘，配合做动线的调整。入境交通的部分，进前已经陆续加入亲友接送，也甲家己开车，防疫计程车坐车率完好降低。有降低了，我看我们至少在我们的部分哦，搭乘率可能都在3成以下。就是说入境1000个人的话，我们可能搭乘我们的话，可能在300个人以下。桃园机场这个商店总算也等到放零的边境措施，针对每礼拜入境人数为即马4万人，提升到第一阶段6万人，再到第二阶段15万人。不过桃园机场产业发展协会表示，也是伤少。入境人数每周15万，跟疫情前的每天13.3万人来比，还是相差很多。以目前为止，入境的人次大概是相较于疫情前是5%。协会呼吁政府在防疫配套完备了后，更加爱积极开放。也坦白讲，即马准讲开放啊，不过旅客伫机场的消费习惯已经改啊，认为机场是一个敏感防疫区，伫机场的时间会变较短，这对机场产业来讲嘛是一大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伫彰化河边有一对兄妹仔，因的爸母离异，爸爸因为进前癌症来过身，毋但无都替这老爸安葬，这厝内面也去放断水断电。这消息一传出来，真侪善心人士伊就捐钱到位，已经有上千万咯。县政府甲这个善心口罩关起来，所有失德的民众利用机关助理的名义，伫外口甲人募款、甲人骗。目前已经报案，也呼吁民众千万毋通去用骗去。网络出现假报的笑话，讲家己是议员助理，因为募款笑话有问题，爱民众捐起新的笑话。消息一日出来，互彰化河美的民众无傻傻，互人偷用名的彰化县议员赖清美，嘛去警局报案。当议员的也不会自己设什么账号让人家捐钱这样子，所以我今天正式来那个和美分局这边来报案，我们要把这个人抓出来。他这已经涉及了刑法诈欺罪的一个情形，那我们也会依循相关的一个线索来进行侦查。彰化河美这对12岁甲10岁兄妹仔，爸母离异了后由爸爸照顾，不过厝内负责趁钱的爸爸，煞因为癌症过身，毋但丧葬费用拢无，厝内也互人断水断电。小兄妹仔已经真侪工无法度洗身躯。消息一个公布，各界善款拢入来，县政府的捐款小户已经有1000万，所以把小户关起来。会采信托的方式，那信托就会有监察人，会有律师，整个来做相关的一个管理。小兄妹仔亲友也陆续赶倒来斗相共，目前水电已经有啊，互因会当维持基本生活。小兄妹仔阿叔嘛表示，各界的善款会专款专用，也会负起照顾的责任。细汉啊，红个啊，甲拖黏黏啊，出大汉的，哎呀，我嘛无可能唔甘，绝对要人我唔甘啦。彰化县社会处表示，除了将善款交付信托专款专用，嘛甲小兄妹仔纳入计收入户。若是阿叔有这个意愿做监护人，社会处表示会进一步评估，希望会当提供因上好的照顾。记者综合报道。已经成立16年的中更运通公司是中更100%转投资的子公司，在中更原料出口这钢铁业务。今日所有上百位员工တင်情，指控公司报复这亚康者，唔派准互员工合约到期，也无被刷落去签，互检举的亚康者失业。中运公司否认这项指控，表示进前检举员工还有6成伫咧准等服务，2成休困，另外2成已经离开公司。还我工作权！还我工作权！上百个中更运通员工大声发喊我工作权，指控公司不服检举者。对于检举过公司劳退金提拨不足的员工，拒绝伫因出勤任务结束了后搁派准，地主员工工作无保障，就敢若失业共款。针对我们的船员不给他派船，恶性解雇，让这些人都失业。工会表示，10个家庭受影响，这个高雄市劳工局态度无积极。高雄市独立总工会也认为，资方虽然主张尊员适用尊员法，无保障的所在则适用劳基法。甲尊员签的是定期契约，毋是雇佣关系。毋过无派准、无主动续约，拢伫检举了后才发生。当然，大家会安尼想。我们的这个调解金从比例讲300万打85折下来。
还是不跟我们谈？本来正常是不是都续约？是不是？是。后来他们检举了，才不续约，是不是？是。市政府回应，劳退金提拨主管机关是劳动部，若做有申诉资料，会主动提供给中央。中共运通是回应有法院判决证实公司是以循环法计算员工的劳退金无唔对，也否认无派准的指控。有去劳保局检举的这些船员啊，有60%现在都在船上服务啊，20%的人是刚下船啊，另外有20%的人他已经离职了啊。我们会邀请大家来开会，做一个厘清探讨。中共运通公司的员工应该适用循环法还是劳基法？劳工局表示会邀请各单位来讨论，希望找到方法。员工若做认为工作权益受损，原来会当到劳工局申诉。记者综合报道。伫新竹竹北的这个厝价是一直咧起悬，上悬来到60万一平。不过，迄个所在竟然有人家厝20多年以来拢无水倒水，在地居民也希望讲政府会当赶紧来解决这个问题。你现在都看不出来，除非去打它啦。就是现在是地下水就对了。水道头全开，流出来是地下水，是要来兄滚水，就连天然雅水嘛无。新竹县竹北市厝价直直起，想要到在复兴路巷仔内，当地居民20多冬以来无自来水，嘛无通看天然气的公路。这个区域是最早年期的一个开发地方，然后后来陆陆续续，左邻右舍的马路都开得很漂亮啊，就是我们这一条路很奇怪，就怎么申请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开起来。我们用桶装瓦斯，然后我们抽地下水啊，那个水很脏。那个水很脏，我们不敢吃，我们都是买水喝。洗澡的时候洗半没有瓦斯，夏天还好啊，冬天的话你洗半没有瓦斯，你没有办法。原来是要通巷仔两边的道路，拢是私人土地，公家单位也无法度施工，第二道路想要铺淡仔架，拢有困难。福兴路869巷的计划道路是8米宽，那目前我们公所取得的用地是4米宽。那如果再做边沟，那道路只剩下2米，那这个不符合行的安全。但是我们会持续来跟地主沟通，取得同意来开辟整个道路。无自来水、无天然雅水，这样无方便的日子，到底当时会当改善？民众希望政府赶紧斗相共解决。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嘉义县高雄南院本地规划伫2021年发包，2026年要对外开放的国宝文物修复展示馆，所以因为这建材起价，佮当着疫情欠工等等元素，工程交代还未进行。支持下晡高雄南院终身进行是动土典礼啊。高雄院长甲嘉义县长做伙动土，嘉义县高雄南院新馆国宝文物修复展示馆的建设工程总算要正式开始。工程经费计共32亿，按算伫2027年开馆。有1馆再加2馆，那能量不断的在做扩大。那我想，因为故宫是一个国际性的博物馆，所以这样的一个投资跟这样的一个建设，势必让嘉义可以跟世界做连结。这个新馆未来离大门敢若90公尺，减少过去民众爱拍日头行遮久才会当看到展览的问题，嘛增加新的展览方式。故宫表示，针对文物的保护，伫建筑方面拢有来加强。我们用101的那一种规格的工法，其实不只是地震的因素，包括水、火、电，我们都有非常完善的这个规划。2015年正式开放的故宫南院，原本按算伫2021年发包起新馆，因为国际原物料佮疫情欠工流标3改，总算伫22下晡动土。故宫表示，新馆完成了后，故宫南院会成作国际级的文化基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后疫情时代，稻草人现代舞团推出新的舞蹈作品《七体》，希望用艺术来安打人心，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若要用肢体表达人的情绪，应该是啥款？来自台南的稻草人舞团今年推出新的作品《七体 Figure 7》，用看图讲故事的方式，把人对现实生活当中的恶杂甲物质表达出来。
观看舞蹈的过程中，大家可能可以对应到自己的生命，可能悲伤，或者是遇到一些困境。那舞蹈的确是一个抽象的语言，但是我们在过程中会把比如生活化的动作跟场景放在我们的作品里面。我会希望能够让观众看到大家对于这个生命跟舞作的连结。为着让舞蹈表演更加挖进人心，稻草人舞团邀请台湾国乐品仔的演奏家林静伟，替这部作品来谱曲，用幼乐的品仔声来表现情绪。木笛的声响，我们在演奏的时候会认为说，它好像这是小学生吹的声音，但是它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声响。那因为它是接电的，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些很细微的东西再提取出来。后疫情时代，艺术家用舞蹈作品表达人类心中的烦恼甲惊吓。七体 Figure 7 10月初7到初9会伫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小剧场甲大家见面。10月21到23嘛会伫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来发表。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伫澳洲南部的外岛，即塔斯马尼亚生化港口，总有230只的海鸥跨刷。虽然有去甲因抢救，不过超过一半海鸥已经死亡。2年前同款的，伫咧2年前的同一天，同款即个港口也有大规模海鸥跨刷事件。迄当时数量搁较济，有超过300只海鸥死亡。伫麦夸里港海岸线，差不多230只海鸥掉伫咧岸边，有一寡抑搁活的，不过估计有一半以上已经死亡。当地民众斗相共，甲迄寡抑搁咧喘气的海鸥砍桶仔，用桶仔提水压在因的身躯顶进行救援。Today's focus will be on rescue and release operations, where we've positioned those animals that we assessed as having the best chance of survival. We position them overnight. The focus and the primary focus this morning will be on the rescue and release of those animals. Unfortunately, we do have a high mortality rate out on this particular stranding. We are conscious that some of them may re-beach themselves, and so we'll be monitoring that. 正巧合的是，伫咧进前2020年同一天，麦夸里港也发生过有要甲500只的海鸥大规模掉伫咧岸边，超过380只死亡。专家讲，同款物种、同款地点、同款的日子，这拢是正奇怪而且互人担心的代志。It could be the West Coast is called a bit of a hotspot for strandings because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topography of the underwater environment simply goes deep to shallow, or it might be a bit of a navigational hazard, or this could just be a coincidence. 这种海鸥叫做领航鲸，体型较细只，是正爱社交的生物，定定是规定做伙生活，话是10几只。若是较侪有上100只，甚至是上1000只做伙。因来因掉伫咧海边的原因真侪种，其中包括破片、行无路。卫星定位系统故障，也有可能是船头的海鸥行唔着路。另外，军事的成立，还有全去弄掉这寡人的行为，也有可能是原因之一。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日本研究团队研发出只有一支头毛25%1高度的太阳能电池薄膜，伊含微型的电子装置装伫咧家蛇的身躯顶，用来控制家蛇行动，变做是半机械家蛇，会当用来进行救灾。研究人员试开关了后，派电子装置的家蛇随转向往道并走。日本研究团队最近公布研究成果，将互人真讨厌的家蛇变做会当接受人类指令的半机器人，互人大开眼界。今回の研究のブレイクスルーは非常に薄い太陽電池を昆虫の体に貼り付けて動ける昆虫の上で無線通信に十分な10ミリワット以上の発電を達成したことにあります。研究团队利用马达加斯加家蛇大细适中、无实骨、未晓飞的特性，将只有4微米、带有头毛25%1高度的太阳能电池薄膜，甲含有电极甲晶片的电子盘仔放伫家蛇身上，利用遥控发出电流来刺激家蛇的感觉器官，达到控制家蛇行的路线。研究人员讲，会采用活体糖刷是为了用上精简的装置甲设计来达到上大的效果。若讲以机器化的糖刷机器人来取代刷动的稳定度的拍摄，也会消耗大量能量。昆虫の動き自体は昆虫自身が動かしておりますので、そこに対する消費電力は全くかからないという特徴を持っております。研究团队指出，未来只要加上点影机装置，就会当互半机械家蛇发挥救灾也是探勘功能，应用范围真宽。メインで考えている想定される使用場所は災害現場での人命探索です。特に地震などで
ビルが倒壊して瓦礫に人が埋も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環境の時に狭い隙間の中に入り込めるような。另外，电池保膜也会当结合衫，也是皮肤大片装置，用来责备等基本生命现象。也毋过伫半期还加抓对人类做出贡献进前，咱爱先克服对加抓的惊吓。公司新闻张回品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2度到30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31度。预估未来3天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